今日我開咪啦，邵風乜都傾。邵風乜水嚟㗎？咁你咪慢慢聽，慢慢諗咯。如果你係一個淨係搵到食、做緊生意嘅人，你就特別要聽，因為我有啲經驗俾你，我有啲教訓話俾你知，等你唔好踩落個氹度。所以我呢個小標題就叫做拆招避氹。講起而家你最關心乜嘢？梗係生意啦。而家搵食艱難，香港難唔難？難。國內的生意難不難？難。喂，美國啲生意難唔難啊？亦都難。喺呢個經濟環境難嘅情況底下，點樣突圍而出呢？就梗係要諗下做咩生意，係嘛？做小生意可以由細發大，但係呢，如果你做小生意，氹就租多過大生意，所以呢，你就要諗下點樣避開嘅氹，有招點樣拆開嘅招。譬如講，你嚟到洛杉磯，最少嘅投資賺最深嘅錢，亦都唔需要有咩特別嘅專業知識。咁講呢，就係開餐廳。開餐廳呢，有人有唔同嘅思路，但係我先講俾你聽，你做餐廳就要避開個氹。譬如講喺洛杉磯啲餐廳呢，前一手業主做到好靚，裝修得好好，佢走嗰時，佢退租嗰時，佢係唔可以拆走啲嘢嘅，佢可以搬走啲家私，但係黐落嚟啲嘢，尤其廚房佢係拆唔走嘅。咁你呢，見到人哋招緊租，你就入去查下啲餐廳完唔完整，要投資幾多錢，簡單裝修一下就起到步。最緊要你自己嘅品味得唔得？你係咪中意飲食？如果你自己食得鬼咁求其啊，咁就係洛杉磯餐廳嘅問題。今日喺洛杉磯要講有咩弱點，我就講俾你聽。洛杉磯嗰啲中餐廳啊，難食到嘔啊！如果你講普通話，你本來已經對吃不是太講究了，但是你也會得出同我一個結論，就是洛杉磯的餐廳太難吃，起點太低，所以洛杉磯的餐廳是一個好的投資。但是由於是一種好投資，所以坑也特別多。首先就是洛杉磯前手業主退租的時候，這個廚房是不能拆的。很多這些小業主，特別是自己沒品味又不會吃的人，他就會先把這個租約霸下來，好像自己在那經營，然後騙你哦，然後換一個價錢做一個餐廳，營業額很差，也裝得很好，然後把餐廳很貴賣給你。不要踩坑哦，咁啊唔好中招要開餐廳，有個例子講俾你聽啊。而家嗰個頭家個老細咪精咯，係嘛？接一個上海餐廳，自己裝修下，好好食啊，咪即刻彈起咯。呢啲咪叫做點樣避氹拆招彈起，就講生意。從細生意就講到你嚟到要置業，置業呢，你買樓又係要避氹拆招，係嘛？嚟到呢度咧，如果你係新移民咧，你剛剛到咧，啲人會帶你冇雷公咁遠嘅 Chino Hill 啦、Chino 啦、Diamond Bar 啦，靠東邊好遠嘅地方咧，通常咧係唔方便你做小生意嘅。如果你從小生意開始，而唔係話有銀紙好緊迫嘅問題，係唔應該住嗰啲地方。嗰啲地方咧，係中層、中下層住嘅地方，你嘅社交圈係揾唔到啲同你同級嘅人嚟做一個朋友圈嘅。你嘅仔女嗰啲同學全部都掹緊，雖然大家都公立。嗱，我同你講啊，
嗱，啟亞達有公立，啱啱大文巴有公立，但係兩間同樣係公立學校，啲仔女嘅朋友圈就截然不同啦。一個咧就係成88個市人均收入最高嘅啦，啟亞達，可能另外一個咧就係人均收入最低。但係點解兩個學校公立學校都係10分㗎？因為呢個10分同嗰個10分唔同，個個都教仔，但係由於啲家長所處嘅階級唔同，所以仔女嘅朋友圈又唔同，所以呢個呢，就需要嚟到呢，就做一個深入嘅了解。喺呢方面呢，我開台之後呢，如果你有啲問題想諮詢我，係可以嘅。我會做一個 sub channel 俾你哋去諮詢嘅。另外，我哋講到嚟到呢個地方呢，洛杉磯生意好冇做一定好嘅，因為點解呢？一個加州有3個大城市，北卡有舊金山，南加有洛杉磯，有聖地牙哥，3個大城市一個州已經係世界第4大經濟體啊！你呢度做餐廳賺嘅係美金，一碟菜你覺得好平，20蚊喺香港已經160蚊啦。所以呢度好唔好做生意？好做生意，小心謹慎。如果講到呢度呢，就係選樓選住宅係關係到你以後呢個房屋投資嘅回報，係關係到你仔女嘅朋友圈。你仔女嘅朋友圈即係你嘅朋友圈啦，所以選擇樓宇做小生意都係好緊要嘅。而家我講下呢，就係第3點呢，嚟到一個人生地不熟嘅地方，包括你揾個會計師啊，包括你揾一個律師啊，律師最緊要佢聽你講，知道你第一語言唔係英文，你第一語言可能係廣東話，你第一語言可能係普通話，咁呢，佢就線你㗎啦。呢個律師呢，同你傾到天花龍鳳，我哋全方位為你服務。除咗佢自己啊，佢就揾埋佢助理，揾佢助理嘅助理，再揾埋門口嘅助理。可能一個細細嘅事情，佢已經4個律師幫緊你，佢已經標你4次。所以呢，呢度又係一個氹，你要完全了解自己嘅需求係乜嘢。唔識嘅唔緊要，有顧問公司幫到你，我會幫到你，因為呢，我哋係包羅萬有，乜都傾。我哋嘅節目叫做乜都傾。李生，普通話點講啊？招風漫談，無事不談。我是你的最好幫手。為什麼？做生意你在國內跟香港跟國外有一點不一樣，國內沒有 Chapter 11，國內沒有 Chapter 15，就是很多在做生意方面的事情，國內有很多欠缺，是哪些欠缺？是保護自己的欠缺。儘管許家印大家都知道了，恒大中國是個個人都知道的，許家印就差了一點。差了哪一點？他已經在香港上市，他的總負債是2萬多億。其實他是完完全全可以做一個 haircut 剪頭髮，他只要把他的24000億減了70%，他剩下的幾千億這個人民幣當然可以還銀行啦，因為剪頭髮是世界慣例。如果你知道誰剪頭髮最厲害，這個全世界剪頭髮最厲害的就是我們的川普總統，川大爺。川大爺一共剪過6次頭髮，一共破產了6次，這是誤傳。特朗普總統一共進行了破產保護6次，也就是說在破產保護期間，他與債權銀行達成協議，對債權銀行的款項進行了技術處理，剪頭髮，仍然跟銀行是好朋友，
只要剪頭髮成功，你就是好朋友，你就是一個好的客戶。為什麼？銀行是商人，你也是商人。有時候你做生意賣貨買貨，你買貨會叫人家的設備給你打個折，對不對？一樣的，你跟銀行借了錢，當中國的經濟環境差，房地產的勢頭不如以前，才會出現許宗印有錢還不了，有錢還不了不要緊，在香港你就可以做重組，進行剪頭髮，大生意有大剪，小生意有小做。所以我這個台呢是乜都傾。為什麼李先生你可以無所不談呢？因為我有豐富的經驗，你可以去查查我，我可以告訴你許許多多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可以，你細生意我有細生意教你，你大生意我有大生意嘅建議。從你開一間簡單嘅公司，點樣持有你嘅物業，大到點樣上市，大到你上市之後遇到問題，點樣重組，我都可以俾到你，係教你點樣做生意，係教你點樣避氹，係教你呢漫長人生點樣揾錢。最後我哋嘅節目做下做下，教埋你點使錢，知唔知啊？嗰啲人話：喂，呢個有錢，嗰個有錢，佢哋係咁評論。有錢冇錢唔係你賺幾多錢，而係你使幾多錢。一個人呢，無論你幾有錢，你嘅生命呢都有終點嘅，啱唔啱啊？你呢一生使咗幾多錢，唔係你擁有幾多錢，因為嗰啲錢你擁有嘅錢係帶唔走嘅，係你使咗幾多錢，你享受咗幾多人生。你識唔識嘆世界？我係香港第一個買遊艇嘅，鍾楚紅個老公都係跟我買啦。我31歲就有自己嘅遊艇啦。我嚟洛杉磯我去咗 Houston 一樣嘆架意大利嘅靚遊艇啦。點解啊？咁梗係公司買啦。公司持有遊艇可以折舊啊嘛，可以減稅。所以好多嘢，特別喺美國，特別喺香港，特別喺英國，你都會遇到唔同嘅生意問題，遇到唔同嘅人生問題。喂，我仔點樣教好啊？我有8個細路，個個都精英嘛，所以我有資格教你，我有資格同你傾。好，我哋今日呢就開一個頭，跟住我就認認真真講一個古仔俾大家聽，就係而家大家都知道嘅施永信係點樣從一個和尚變成一個廟宇企業家。我哋講嘅就係少林寺。你如果喺網上查下，佢86年就寫個古仔，我點識佢嘅？我當年聽到佢有困難，因為呢少林寺1500年嘅鐘樓冧咗，個鐘碎晒。少林寺點解我咁有興趣呢？因為呢我查過，我雖然係潮州人我查過我祖籍喺西安嗰邊移民去潮州嘅，冇雷公咁耐。但係李世民呢，就係俾少林寺18個武僧救過佢。即係少林寺之所以出名呢，就係因為救過一個皇上啊嘛。李世民皇上我梗係要出資去收翻個鐘樓由收鐘樓開始重建鐘樓，鑄造翻個銅鐘積德行善。咪請教我，李生，你間公司係點上市㗎？你35歲又上市 billionaire 喎，我可唔可以做 billionaire？我哋梗得啦。咁佢就請教我啲生意，由幾百蚊都冇，做到幾億、幾十億、幾百億，哇，好犀利啊！佢係全世界寺廟之王佢將個寺廟咧做到一個企業咁，分心去做生意，唔可以兩全噶嘛，要一心一意向佛修煉。佢修煉不夠所以咪出咗事咯。下一集呢，我就詳細講下一個和尚
係點樣做生意嘅。你從和尚做生意呢，就知道生意嘅商機無所不在。咁你私信問我，李生，我有單咁嘅嘢，我又過一條招俾你，係嘛？你揾到錢啊，感激翻我。或者呢，哇！你而家已經有好多錢喎，我過兩招俾你，你已經慳幾廿億，慳幾百萬，咁你梗係要醒咗我先啦。我呢個節目呢，純粹就傾生意，生意同政治係有關嘅，但係我哋唔傾政治嗰 part， 但係我哋預測幾時可以經濟增長，幾時可以買股票，咁我會專訪啲專業人士，我就會同銀行家嚟傾談，等佢哋你哋知道點樣借錢方便，點樣係一按，點樣係二按嚇。美國呢啲呢，你如果係投資樓呢，你就要將銀行嘅錢用到盡啦，盡量去將最少嘅錢借最多嘅錢做最大嘅生意啦。仲有就係，如果你從國內來的，你已經有很多資金，你對這個美國人生地不熟，那麼我可以給你很多建議，避免你吃虧，因為這裡呢很多坑啊。所以我這個節目呢是粵語跟廣東話，鬼叫聯合國將廣東話同個普通話都列為 official language。如果兩種都係官方語言，咪谷住我一個台講兩種語言咯，唔緊要㗎。你係華語嘅朋友，無論你係馬來西亞、台灣、新加坡，只要你會講普通話，只要你會講國語，你就可以跟我聯繫。廣東話粵語梗係拿手好戲啦，可能你係我哋首富李嘉誠同鄉，咁就啱啦，揾到我，哇是條照能啊，哇可說好樂啊，所以我可以幫到你啊嘛，咁我哋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做一個開頭，呢個係我第一集，跟住嚟仲有好多嘢，好多事例講俾你聽，等你學到嘢，等你做生意少走彎路。我係李兆豐，兆豐乜都傾。